欢迎收听8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3章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上主所拣选的，得着无限生机的大卫。他怎么得着无限生机的呢？如果我们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在诗篇34篇7到8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大卫就是这个有福的人，在那个看似一线生机，或者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，因着有敬畏上主的生命，他经历主恩的滋味，他深深相信上主的心意是美善，他完全的投靠，使他在那个几乎要丧命，不断被捉拿追杀，非常高度紧张的环境当中，却有无限生机。看来是没有路可走，却是在主的里面走了一条康庄大道。在2021年的4月21日，我们透过新闻，或者是我们的身边有人就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困境。台铁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火车意外事故，造成49死，213人轻重伤。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太鲁阁号火车意外事故。一位搭乘这个火车的吴先生，他经历被死亡环绕，竟然能够劫后余生。他回想那个时候，当火车碰撞的刹那，那个椅背是直接折断，他整个人被挤在放脚的小空间里，然后3到5秒时间，这个火车已经脱轨，完全来不及祷告的时候，车竟然慢慢的停下来了。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火车事故中，其实车厢在隧道内的是非常惨烈的状况。然而一个很清楚的声音，就在他正上车的时候往右，因为他不是原来这个坐上花东优先搭乘的这个人，而是他因着中午有一个临时的餐叙，他需要去参加，所以买了临时的票。而上去之后呢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他选择了坐在后来车厢没有进到隧道的位置。就在这里面，因着上帝，因着上主的一句话，他以这位主为主，他顺服这个声音，他就领受了无限生机。如今他的见证是，他认为他死里复活啊，他现在的生命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都是更有活力、更有动力的，因为他的每一天都是上主赏赐那全新的、那多的、有余的祝福跟恩典。大卫就在被扫罗追杀几乎要死的险境中，我们看见他好像也得着了这个秘诀。什么样的秘诀呢？就是有无限生机的秘诀。而这有无限生机是来自上主的心意，使他能够得胜有余。在今天23章，我们从头看到尾，我们会看见大卫跟扫罗在这里仍然真的是因着他们的动机，因着那个上主所掌握的时机，还有因着他们自己在这个回应当中跟主关系的这个有机，使他们经历了真实上主所要带领的道路，而他们的回应也预备了他们的结局。大卫在这里听到非利士人要攻打，同样在这个
以色列和非利士人边界的基伊拉城，这个城应该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部分。然而非利士人去攻打他们之后，大卫看见这样的景况，他就想要去拯救他们。然而他正在被扫罗追杀，这是一个自身难保的景况。但是他问上主，他每一个事情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意念，他都寻求上主的心意。上主也一一的回答他：你去攻打他们，救援基伊拉城。你去到那个地方，扫罗好像也知道那个地方哦，知道你在那里。当时的扫罗心想：哇，太好了，大卫自己自投罗网，而且还去到一个有门有栓的、有城墙的城里，那要抓他就是更容易的事。所以当他要去的时候，大卫也听见了这样的消息，他继续求问上主：扫罗真的会来吗？真的会。而基伊拉城的人民会把我交给扫罗吗？也会。上主都一一的回答。而在这当中，基伊拉城的人民，他们是这个背信忘义吗？其实不是哦。其实对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大卫就是扫罗的一个臣子，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。然而大卫也没有在这里到处张扬扫罗要杀他，反而是他继续执行他自己的心意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中，大卫得知这消息之后，求问上主的心意，很明确的知道他就是要来杀他的，他们会把他交出去。于是他们就又逃走了，继续逃到了在西弗一带的这个荒野、这个旷野、这个很像沙漠的地方躲藏。就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躲藏的过程中，有一个人出现了，就是他的属灵伙伴约拿单。约拿单在这里激励他的生命，真的属灵伙伴非常的重要。不管我们在顺境在逆境，总是能够提醒我们与上主的关系，与上主那个顺服他心意，并且活出他信实依靠上主的这个生命。在这里约拿单更是表明一件事情，他很清楚的知道上主就是要他成为以色列王，并且成全他。他告诉大卫说，以后他就是当王，而他就是约拿单自己就是这个次要的，要当他的宰相。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好的属灵伙伴，一个敬畏上主的人，他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美好。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最精彩的就是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讲到扫罗面对到有人来密告说这个大卫呢是躲在哪个地方。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棒了，犹大支派的人还比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好。便雅悯支派的人呢不告诉他说这个约拿单到底跟大卫在搞什么鬼，然后犹大支派的人却告诉扫罗说他在哪里，让他可以去捉拿他。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人的心很需要主来带领，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那些黑暗，使我们不活在自以为义、自以为是还自以为好的境况中。而就在这样的境况里面，他真的快要捉拿到大卫了。两队人马好像是平行在移动，一下子大卫躲这里，扫罗就找到这。大卫听见又跑掉，扫罗又追上，好像猫捉老鼠，快要追到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扫罗真的是很骁勇善战，而且他对这个打战的策略或者是方法真的很有一套。然而就在他快要追到的时候，人有计划，上主一画，整个计划就完全不一样。就在他快要抓到大卫的时候，有人来向扫罗报告说，请快回去，非利士人进犯我们的国境了。扫罗被迫在这种情况下停止追赶大卫，回去打非利士人。上主就是这么奇妙。当我们在那暴风雨当中，
当我们在那个困境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放弃，上主仍然与你同在。即使就在那3-5秒当中，他仍然能够拯救我们，他能够在危难中赏赐我们无限生机，而我们愿意相信，并且愿意以我们的行动相信他的掌权和公义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让我们看似在一线生机的情况下，其实是主你无限生机的掌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大卫他敬畏你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，因着他的敬畏，他会怎么样来经历你的恩典跟带领。我们更是提醒自己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，人再怎么没办法，主你一定有办法。但也愿我们愿尊主为大，我们愿顺服主你的话语，如同刚刚所说的，往右我们就往右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四围安营的保护一定能够胜过那四围都是仇敌的环境。谢谢你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并且拣选我们。愿我们在每一次读你的话语中，我们就经历到真实的平安、信心跟保护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大卫的生命很令人羡慕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深深经历上主的引领跟保护。愿我们在今天也一起来经历这样的生命，相信主他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当你寻求他、顺服他，你要经历无限生机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